2025年6月27日，暮色罩住香港維多利亞港，海風夾住鹹腥氣息掃過林立高樓。呢個時候，一則令人悲痛嘅消息喺網絡世界掀起大浪。著名作家、美食家、電影人蔡瀾先生，早喺6月25號6月初一，喺親友陪伴下，喺香港養和醫院安詳離世，享壽83歲。跟隨先生生前遺願，為咗唔打擾親朋，冇辦任何告別儀式，遺體亦已經悄悄火化。呢個消息一傳開，喺社交媒體即時引起巨大反響，無數網友即刻停低手頭事，喺網絡度用文字、圖片、視頻等方式表達對呢位傳奇人物嘅深切敬意同無盡哀思。蔡瀾呢個名早就深刻喺華人世界嘅文化版圖度，佢同金庸、倪匡、黃霑並稱香港四大才子，四人各有風采，喺各自領域閃閃發光。蔡瀾憑住豁達灑脫嘅生活態度、淵博學識，以及喺美食、文學、電影等多個領域嘅卓越貢獻，成為無數人心中嘅精神偶像同人生導師。佢嘅離去唔單止係文化界嘅重大損失，更似為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嘅時代畫上句號，令無數人慨嘆世間再冇咁瀟灑嘅才子。1941年8月18號，蔡瀾喺新加坡出世，祖籍廣東潮州。嗰陣時世界正處於戰火紛飛，動盪局勢喺佢童年印下深刻記號。佢成日回憶起個個驚心動魄嘅生日場景，一枚突如其來嘅炸彈轟然跌落自家屋頂，咣一聲巨響，瞬間打破生日喜悅，亦令年幼嘅佢第一次直面戰爭殘酷同生活無常。呢啲經歷猶如心靈洗禮，令佢早早明白生命脆弱同珍貴，亦塑造咗佢日後加倍珍惜生活、盡情享受每一刻嘅獨特態度。蔡瀾係一個充滿濃厚文化氣息嘅家庭成長，爸爸蔡文元係位才華橫溢嘅詩人，喺邵氏片場嘅分行做幹事，公餘時成日浸喺詩詞創作度，用文字抒發情感。媽媽洪芳萍係位小學教長，嚴謹認真嘅工作態度同對教育事業嘅熱忱，深深影響屋企每一個人。喺呢種家庭環境熏陶下，蔡瀾自細就對文學同藝術表現出濃厚興趣同過人天賦。14歲嗰陣，佢喺南洋商報發表人生第一篇文章，自嫩文字已經透出吳凡寫作才華，好似一顆冉冉升起嘅文學新星，預示住佢未來喺文字世界嘅無限可能。年少時期嘅蔡瀾，心入面懷住藝術夢想，曾經渴望去法國學畫畫，喺藝術殿堂盡情揮灑才情。不過16歲嗰陣，命運齒輪開始轉動，佢做咗個改變人生軌跡嘅重要決定，遠赴日本留學，入讀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攻讀電影科編導系。喺日本嘅留學生活係一段充滿挑戰同機遇嘅旅程。為咗支付學費同生活費，蔡瀾開始半工半讀，一邊刻苦讀電影專業知識，一邊為邵氏電影工作，做住日本經理及翻譯。呢段經歷唔單止令佢積累豐富電影行業經驗，更似一場語言同文化盛宴，令佢喺同唔同文化背景嘅人交流中，精通英語、粵語、普通話、潮州話、泉漳話、日語、馬來語等7門語言。呢啲語言技能成為佢日後喺唔同文化間自由穿梭、吸取多元養分嘅有力工具，亦為佢獨特嘅人生閱歷同創作風格打下堅實基礎。之後，佢仲展開去紐約、首爾、印度、尼泊爾等地嘅流浪之旅，喺陌生土地感受唔同風土人情，體驗唔同生活方式。呢啲豐富人生閱歷，好似色彩斑斕嘅顏料，大大開闊佢嘅視野，為佢嘅創作同生活理念注入獨特迷人元素。1963年22
歲嘅蔡瀾帶住對電影事業嘅滿腔熱忱嚟到香港定居，入職邵氏電影公司做製作經理。呢一留就係成20年。喺邵氏歲月，佢全身心投入電影製作，參與眾多電影從籌備到拍攝，再到後期製作全過程。喺片場，佢成日係最忙碌嘅身影，同導演、演員、工作人員密切配合，協調各方資源，確保每部電影都以最佳狀態呈現俾觀眾。佢憑住出色工作能力同專業素養，積累深厚電影行業人脈，亦喺不斷實踐中打磨出精湛電影製作技藝。不過，隨住邵氏內部調整變革，蔡瀾深思熟慮後，毅然提出辭職，短暫離開佢熱愛嘅電影行業。就喺佢事業短暫迷茫期，嘉禾公司向佢伸出橄欖枝，力邀佢再次出山。呢次邀請成為蔡瀾電影事業另一個重要轉折點，佢迎來電影生涯新高峰。20世紀80年代，蔡瀾正式進入嘉禾娛樂，喺度佢充分發揮才華同經驗，監製成龍多部經典影片。監製快餐車時，為追求影片真實感同視覺效果，佢同成龍團隊一齊去西班牙巴塞羅那取景拍攝。拍攝期間面對語言不通、文化差異等眾多困難，但蔡瀾憑住出色溝通能力同協調能力，巧妙化解一個又一個難題。影片中，巴塞羅那獨特城市風光同精彩動作場面交融，一上映就喺香港大獲成功，票房一路飆升，喺海外市場亦引起強烈反響，令世界見識到香港電影魅力，為香港電影國際化發展做出重要貢獻。之後，佢監製嘅一個好人、龍兄虎弟等影片，都憑住精彩劇情同震撼畫面，成為影史經典。1988年，蔡瀾更膽大創新，創辦嘉禾下屬子公司大路。當時日本漫畫喺亞洲地區風靡，佢敏銳捕捉到呢個市場趨勢，決定同日本合拍一系列由日本漫畫改編嘅特效片。製作孔雀王子、阿修羅、力王等影片時，佢大力支持最新特效製作嘅導演藍乃才，俾佢充分創作空間同資源支持。為呈現逼真特效畫面，佢帶領團隊四處揾先進特效技術同設備，同日本特效團隊日夜鑽研，反覆試驗。最終，經佢手拍出嘅影片，特效水準稱得上香港一流，喺當時電影市場獨樹一幟。啱啱好香港電影3級劃分制度確立，佢又大膽嘗試拍出《聊齋艷談》系列情色片，憑住獨特故事題材同精彩拍攝手法，票房突破1000萬，再次展現佢喺電影製作上嘅創新同大膽。1992年，佢參與監製改編自日本漫畫嘅影片《力王》，呢部充滿暴力美學同獨特風格嘅影片，一上映就引發廣泛討論，成為香港電影史上一部另類經典。喺電影業摸爬滾打40年後，1997年，蔡瀾做咗個令人意想不到嘅決定，徹底告別電影行業，展開人生全新篇章，進軍美食同媒體領域。呢個轉變源於佢對美食嘅熱愛早已深入骨髓。佢覺得天下美食猶如一座無窮無盡嘅寶庫，可寫成一套似大英百科全書咁詳盡嘅詞典。維穩世間美味，佢踏遍世界各地，由繁華都市高級餐廳到街頭巷尾無名小店，由歷史悠久傳統美食到充滿創意創新料理，佢都一一品嘗，細細點評。佢同電視台合作，推出一系列旅遊美食節目。拍攝蔡瀾嘆世界時，佢帶住鏡頭走入意大利小巷，尋找最正宗披薩製作工藝。深入日本壽司店，同壽司之神小野二郎面對面交流，感受匠人精神。節目中，佢獨特個人魅力、對美食深刻見解同幽默風趣主持風格，令觀眾仿佛身臨其境，
一齊領略美食魅力。呢啲節目一播出，就成為 TVB 周收視率 Top 5常客。其中2008年推出嘅蔡瀾探名賽，最高收視率達 32%，深受觀眾喜愛。蔡瀾唔單止係美食節目明星主持人，更係一位高產作家。佢寫作話題廣泛，涉及食物點評、吃喝玩樂以及男女情感等多個領域，有龐大而忠實讀者群。喺佢散文作品《蔡瀾談吃》中，佢用細膩生動不足，描繪一道道美食背後故事與文化內涵。佢寫一碗簡單雲吞麵，會由麵條製作工藝、雲吞餡料調配，談到香港街頭巷尾飲食文化；寫一杯香醇咖啡，能由咖啡豆產地、烘焙方式，聊到咖啡喺唔同文化中獨特魅力。佢文字風格獨特，簡潔明快，幽默風趣，充滿生活智慧同人生哲理。每篇文章都似同一位老友親切傾談，令讀者喺輕鬆愉悅閱讀中收穫對生活啟發與感動。佢先後出版200多部各類書籍，同李碧華、亦舒並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3大台柱，其作品影響力可見一斑。2009年，蔡瀾精心打造美食王牌節目《蔡瀾食相》，並擔任世界華人健康飲食協會榮譽主席，致力推廣健康美味飲食文化。2012年，佢擔任央視美食紀錄片《舌尖上的中國》總顧問。喺紀錄片籌備與製作過程中，佢憑住豐富美食知識與閱歷，為節目組提供好多寶貴建議與思路。由確定拍攝選題到挖掘美食背後人文故事，佢都深度參與。紀錄片播出後迅速火爆，成為一部現象級作品，令更多人領略到中國飲食文化博大精深。蔡瀾喺其中功不可沒。2020年，隨住網絡時代發展，佢緊跟潮流，有咗個人 YouTube 頻道蔡瀾花花世界。喺呢個網絡平台度，佢依然保持熱情與活力，分享自己生活點滴，講述旅行中趣事，暢談對世界熱愛，吸引無數粉絲關注與喜愛。喺生活中，蔡瀾係個率真隨性、瀟灑自在嘅人。佢同金庸、倪匡、黃霑嘅深厚情誼，更加為人津津樂道。四人成日相聚一堂，談天說地，嬉笑怒罵。喺香港某間茶樓度，佢哋圍坐一張圓桌旁，桌上擺住幾籠精緻點心，一壺清香4日好茶。金庸溫文爾雅，講述自己創作武俠小說時靈感來源；倪匡視為敏捷，妙語連珠，分享自己天馬行空科幻構想。黃霑豪放不羈，放聲高歌，用歌聲抒發內心豪情壯志。而蔡瀾就微笑住，不時插幾句幽默風趣說話，引得眾人開懷大笑。佢哋性格各異，但都才華橫溢，一齊嘅時光留下好多令人難忘嘅文壇佳話。金庸曾毫不吝嗇評價蔡瀾見識廣博，琴棋書畫、酒色財氣、吃喝嫖賭、文學電影，乜都懂。於電影、詩詞、書法、金石、飲食之道，更可話係第一流嘅通達。倪匡則稱其雖魏晉風流，猶有不及，足以見蔡瀾喺朋友心中地位。蔡瀾同妻子相攜一生，選擇丁克到老。佢同妻子方瓊文之間感情平淡而又真摯。2023年，妻子方瓊文不幸因病離世，呢件事對蔡瀾造成巨大衝擊。當時佢喺救妻過程中唔小心跌咗一跤，導致股頸骨摔碎，身體與心靈雙重傷痛，令佢陷入人生低谷。不過蔡瀾骨子裏嘅豁達與樂觀，令佢冇俾傷痛擊倒。佢曾話：太太俾我先走一步，我依家反而自由咗，係好事。佢一點痛苦都冇。看似豁達說話背後，藏住嘅係佢對妻子深深愛與不捨。
妻子離世後，有人帶佢嚟到而家居住嘅武迪海景房，企喺窗前望住窗外波瀾壯闊大海。蔡瀾連聲話好，佢感慨道：咁靚景色，仲唔享受嘅話，好似好冤枉。佢以樂觀態度面對生活變故，選擇活一日過一日，盡情享受當下每一刻。呢份對生活熱愛與灑脫，令無數人為之動容。今年3月26號，命運再次俾蔡瀾沉重打擊，佢細佬蔡軒亦因疾病喺新加坡離世，親人接連離去，無疑又俾蔡瀾心入面多咗份難以言說嘅傷痛。之後，關於蔡瀾身體狀況不佳嘅傳聞開始喺網絡流傳。4月29號晚，針對蔡瀾被送入 ICU 觀察，健康狀況堪憂嘅傳聞，其助理楊敖發表微博回應，話近日蔡瀾身體確實有啲小毛病，但問題唔嚴重。蔡瀾秘書亦說明只係老毛病，休息下就好，冇大礙。當晚深夜，蔡瀾親自上線轉發呢則回應，並發文多謝大家關心，未至於病危，請唔使擔心。言語間依然保持佢一貫嘅豁達。5月1號深夜，楊敖第二次發博話：今日又有謠言，我以蔡先生助理身份再次澄清，蔡先生正喺康復，一切安好。可惜命運弄人，呢次傳言成真，蔡瀾先生最終都係永遠離開咗我哋。蔡瀾嘅一生係精彩絕倫、豐富多彩嘅一生。佢喺電影、文學、美食等多個領域都取得非凡成就，更憑住獨特人格魅力同生活態度影響一代又一代人。佢教會我哋，生活唔係一場匆匆趕路，而係要學會駐足欣賞沿途風景，盡情享受美食、美景同美好情感。佢話我哋要永遠保持好奇心同求知欲，不斷探索世界精彩，體驗唔同文化與生活。佢更用自己經歷向我哋證明，要以豁達樂觀心態面對生活中挫折同困難，笑對人生起起落落。而家蔡瀾先生雖然已經離去，但佢留下嘅寶貴精神財富同文化遺產將永遠陪伴住我哋。佢嘅電影作品依然會喺銀幕上綻放光彩，令後人領略香港電影輝煌。佢嘅文學作品將繼續喺書架上散發墨香，俾讀者心靈慰藉與啟迪。佢嘅美食節目亦會喺網絡平台不斷重播，勾起人哋對美食向往。佢嘅作品、佢嘅節目、佢嘅說話將繼續喺歲月長河中流傳，激勵住我哋勇敢追求自己熱愛嘅生活，做一個瀟灑自在、懂得享受人生嘅人。願蔡瀾先生喺天堂繼續享受美食，書寫屬於佢嘅傳奇。世間再冇蔡瀾，但佢嘅瀟灑與豁達將永遠刻喺人哋心中，成為我哋心中永不磨滅嘅精神坐標。